奇怪，敢毋是伫遮？哪会无看到？阿高，你咧找啥物啊？哦，我水干，我想要啉水。你毋是有排水管？水管呢？毋知呢。你是落去倒位啦？行，咱囡仔来找紧嘞。毋免啦，我紧啦。阿高啊，你物件放去拢袂紧张哦。我甲你讲哦，阮兜真神奇呢。逐摆阮若揽物件吼，甲阮阿母讲过了后，过段间就会变出一个新的哦，所以无紧啦。哦哟，阿高啊，迄是阿母买新的，什么神奇？敢毋是变新的转来？甲囡仔讲故事。你看，这是我的新土啊。哦，那会遮好。因为我的旧土啊放进去啊。啊，迄只旧土啊陪你陪足久的呢。是啊，阮阿爸看我足伤心的，就买一只新的送互我。也毋过，伊嘛甲旧土啊找倒转来哦。妮妮啊，莫哭啊啦！你看，请问你放进去的土啊，是这只白色色的清气的新土啊，还是这只垃圾的起毛球的旧土啊咧？是迄只垃圾的起毛球的旧土啊，才是我的土啊！亲爱的妮妮啊，你真正是足老实的。阿爸决定吼，要甲新土啊、甲旧土啊，拢总送互你啦。多谢阿爸。哦，恁阿爸对你足好的呢。换做恁阿母嘛一定会哦。敢真是嘞？安尼。安尼哦，应该都袂有人发现哦。嘿嘿嘿。哦，阿母啊，阿母啊，我的车跑无去啊啦，母啊！哎呦啊，哪会安尼啊？你房间有吹过无？有。你敢确定？确定。莫哭啦，无，我甲你买一台新的。好啊。好，你上尾一届看到迄台车啊，是伫倒位啊？是咧。好，你上尾甲车啊是咧算什么哈？我介意。好，你敢袂记得迄台车啊是开偌济钱买的哈？是。车啊，敢有影无去啊？你就甲伊讲是伫外口创放进去啊，无要紧，快递你有甲车保护好啊。敢若是呢，袂用一啦。恁母啊足欠的呢，当初时吼，伊愿意买迄佚佗物啊，互你，伊嘛开袂少钱，你敢袂记啊？安尼嘛对呢。你叫久啊，会当我啊？袂用一啦，你真正要为着摕到两个佚佗物啊，讲白贼骗恁母啊哈！恁两个莫冤家啦。会使，袂使，会使，袂使。恁两个拢点点。阿母，这是啥物？咱来做一台车，有啥物？安尼你就有一台新的佚佗物啊，而且哦，这家己做的哦，真趣味哦。敢若是呢。来啦，来。好。你看。等等。嘿嘿。好省了。你看。啊！怪兽，你别过来！怪兽来呀！啊！你别着我车出紧的！跑！哈！你了袂着？
哦，我好爽吧？足好耍诶，阿母你足厉害的。忝死！哎，好啦，去房间哦，把你迄台车摕出来。啊，你创啥我拢知啦，紧去啦，莫搁滴青啊！哦，强凉哦，这个水。原来阿母啥物拢知哦。安尼我的水管到底是伫倒位呢？阿高，你莫紧张啦，我带你吼四界找看卖，无你看吼会找到你放弃的物件哦。哦，敢有影？我是讲，你详细想看卖诶，你最后一摆吼看到水管是啥物时阵？最后一摆哦，我的记忆是坐捷运的时阵啊。我落车袂记得摕啦。哦，好哟，我吼带你来去师傅招领厝吼问看卖，好，我对着阿爸去送货，画一个叮咚送出6粒苹果，继续行，叮咚送出一杯五桂鱼，画一个叮咚送出2杯青菜，会送完啊，阮要来转啊。Hello，囡仔兄囡仔姐，咱做伙来唱歌跳舞好无？斗阵佚佗，熟悉新朋友哦。Hello，弟弟 ，Hello，妹妹，咱做伙来唱歌，咱做伙佚佗。啊，唱歌真好呢！那安尼，咱要甲速度变搁较紧啊哦！甘拢准备好啦，要开始啊哦！ Hello，囡仔兄 ，Hello，囡仔姐，咱做伙来唱歌，咱做伙佚佗。Hello，囡仔兄 ，Hello，囡仔姐，咱做伙来唱歌，咱做伙佚佗。Hello，囡仔兄 ，Hello，囡仔姐，咱做伙来唱歌，咱做伙佚佗。咱做伙来唱歌，咱做伙佚佗。 咱做伙佚佗，咱做伙佚佗。鸡毛炒豉我顶头，鸡毛炒。等者。你去后头来翕一张安尼。香菜头头有这样子的，妹妹，这底也袂使安尼哦。妹，你放手。对，食了了。手放手，摕下骹。你无爱食这哦，这要去市场啊，等下干嘛？来，妹妹来这个要你，从这较长，较长，但是莫甲伊烧错哈。来，好你。呀，好你。哇。我唔会溜。哎呀，我恁你一晚就到这种。咱先去有啊，咱有去过啊。唱的，有挂台。因为我爸会溜。有啊，有挂无唱啊。有啊。你刚才你要去吃什么？要去新地。你讲哪？是水滴对。妹妹来，去
亲戚来家。这旁边。啊，苦来。好，来开始吃啊。妈妈，你看我这个。妈妈，伊在讲你的错。对呀，这里。妈妈，一块。你讲有钱嘞，你就爱食草的。没错，好食。一直来找我的。哦。会使无？会使无？毛可以煮起来的哦。无就错的。唔乖哦，卖毛起来走动哦。你爱王胖吗？我无过啊。你三个妹妹小心哦，妹妹。哎，对，很乖哈，有没有很乖？要王胖吗？哦，就乖就乖。看伊点解食得济？无就错的。看伊点解食得济呢？伊就是一次吃。哇，时间到啊！测绘跟台语，每回了，每回了，红菜头，红菜头，最低，最低，你放手，你放手。大家敢捌因为物件放弃，非常的着急？找到以后是毋是真欢喜？无毋对，所以大家爱珍惜家己的物件哦。爱甲物件随时收好哦。后一回同一个时间，咱爱继续收看。咿呀咿呀哟，再会。再会，再会。